这边之前是属于人工湿地的部分，那人工湿地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它的运用价值跟我们社区的连结运用价值几乎是零互动，步道也好，或是休闲也好，哈，它没有符合比较我们社区的需求，那所以变成说一下雨就会积水，那附近的居民就没有办法来这边使用。那经过跟市政府还有一些地方议员的争取，希望说能够另外再把这一块那么大的一个3.5公顷左右的湿地，可不可以再利用啊？然后让我们的地方可以有更好的活动空间。所以后来公务局他有来找我们里长，就是有规划一些设计蓝图，然后让我们做参考。包括这个招牌的设计，湾里招牌的设计，它有选颜色，那我们也是选这样子比较可以有活泼的颜色来代表。所以这个公园的启用会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些居民更多的使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很期待。那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启用我相信附近的居民它的使用频率会更高，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地方想要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特别来到这个湾里休闲公园的开幕。那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人工湿地了。那在10几年以前大概就慢慢失去了人工湿地的功能，之后反而就变成一个环境的一个脏乱点，蚊虫滋生。那对于居民或是一般附近的民众，坦白讲，他们都会有一些想法，因此呢，我们就花费了大概3000多万，除了把这个湿地改善，成为一个湾里休闲公园。那这样经过这样华丽转身，不管在特色游具上，或者说在生活环境的优化上，把一个环境脏乱点变成一个环境的亮点。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加强努力。基本上在南区，我们已经好几个大型的休闲公园，譬如健康休闲公园，譬如这个港滨历史公园，譬如黄金海岸的这个公园，公65、公66，还有竹溪这边。事实上，我们在环境的优化上费了相当多的这个心力，但是也无非是希望提供给民众一个好的环境。那另外，在南区过去常常发生的淹水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让民众路要平，不要淹水，那生活有公园，这样子的部分一步一步的努力，让优化市民朋友们的生活环境。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定期会上午由警察局进行业务报告甲质询。会中多位议员针对酒驾处理，敢若今年1月到6月警界件数竟然是台北的9倍，感觉忧心。议员林义仁质疑处理案件增加，到底是啉酒开车的人愈来愈多，或者是宣导无够？对此，警察局回应，袂当只有看处理率，阁要看酒驾伤亡的事故发生率。台南市议员林义仁因为新冠确诊，目前正在居家隔离。不过，针对警察局的业务报告，伊嘛透过视讯提出质询。伊认为，台南市伫今年1月到6月处理酒驾的公共危险6都排名第一，甲去年同期比较。警界的件数竟然是台北的9倍，到底是警方认真，或者是台南酒驾严重？议员嘛提出质疑。那我特别想要很疑惑的事情是在8月1号局长回应的那篇新闻稿中，特别有提到说现在3件齐发嘛，已经初见成效。可是我们对比这个数据，不管是跟去年的同期比，还是跟同年6都比，台南的酒驾状况都很令人担忧，所以我想要请问，我们酒驾防治这一块的数据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是说我们其实这个3件齐发、3管齐下根本就没有它的成效在？
我想我要很负责任的跟议员还有跟市民乡亲报告，其实取缔酒驾的件数多是代表远景的努力，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隐忧，就是表示还是有人不听话在喝酒开车，但是这不是代表我们酒驾非常严重，应该是要呈现的是我们远景的努力度很高。同期数据对比之前来说，也不是成效这么的好，甚至我们台南增加的件数还比台北还多了9倍。那或许这个有其他的不同城市，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而不是每一次只要看到数据不漂亮，就说是因为我们不吃案，因为我们查得清。所以我想这个会是反而成为进步的这个阻力。除了酒驾的处罚，另外伫个专办刑案的发生数方面，永康分局伫个今年1月到7月，总共有2924件，全市排名第一，比其他的分局加了1倍以上。对此，议员林彦竹提出几点的建议，要求增加人力，或者是缩减员警无必要的勤务。另外，针对容易肇事的路段，虽然目前警方正式科技执法来处罚，不过议员蔡淑惠以两家182线的区间超速处罚为例，伫个今年1月28启用至今，事故的发生率比前半年才减少1件，显示容易肇事的路段也是事故不断。建议交通单位危险的路段该改善就要改善，而不是以开罚单处罚为目的。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70过后，马上就是父亲节，想要做爸爸，嘛要注意自身的健康。有一位36岁男子想要生囡仔，却一直无消息。经过临床的诊断，是左侧颈锁静脉曲张。透过奇美医学中心纤维手术治疗以后，已经有明显的改善。这位36岁张先生想要有囡仔，却一直无消息。伫奇美医学中心的诊断，除了发现精液的分析有异常，精虫的数量甲伫活动度嘛无理想。经过诊断，发现患者的左侧阴囊有明显的鼓胀。经过临床诊断，确定是左侧的颈锁静脉曲张。所谓颈锁静脉曲张，就是我们会在阴囊，当然就是男性啊，阴囊的部分的话，我们阴囊的一个血液，它必须靠着静脉回流到我们的一个腹腔。那回流的部分，有的时候可能会一些瓣膜问题或其他一些因素造成阻塞，而造成血液堆积在所谓的一个阴囊的部分，就有点类似我们脚有那种蹼卡筋就是那个脚会浮肿肿的那个状态啊。如果发生在男生的阴囊，我们就所谓颈锁静脉曲张。根据统计，颈锁静脉曲张伫个健康的男性发生比率大约1成到15%，甚至甲不孕症有关系。疾病症状包括病人本身感觉阴囊疼痛，或者是有下坠感，尤其徛久以后特别明显，或者是一寡人摸起来有无正常的凸起物，则寻求就医。主要大部分病人会有一个疼痛的感觉，那种疼痛不是非常非常的疼痛，它就是有些人会觉得闷闷胀胀的，那有些人会觉得就是有点下坠感的一个情况，那甚至有些人如果比较严重，他的那个浮肿的一个情况甚至他会摸到好像就是在阴囊的里面好像就会有很多凸起物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他是摸到奇怪怎么怪怪的，他会有点紧张而过来寻求就医。颈锁静脉曲张它其实进一步它会造成一些男性不孕的一些问题。对，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一个男性不孕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进一步会去帮他做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或甚至进一步超音波的一个检查，就可以发觉，原来他有一个颈锁静脉曲张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不一定有症状，可是他有可能会间接的造成这个所谓一个精虫品质下降的一个问题。目前颈锁静脉曲张的手术有真侪种，但透过纤维手术，伫有新的比率会用达到4成以上，复发率甲阴囊水肿嘛有下降的趋势。并且对着精虫的品质嘛有机会会用得到改善，对着男性不孕症有帮助。因此，医生提醒，若男性不孕或者是精虫品质无好，就必须要注意是毋是有相关的症状，提早就医。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有台湾食品模型第一人称号的郭志忠，第一届将伊的作品砸到台南穆拉德湾艺术空间举办个展，而且伊特别将各种台南小姐的食品模型用入到展览当中，非常别真趣味。涂骹的菜肴甲饮料，还有被人冰倒的场景，
亲像是有人伫遮冤家共款，但拄好倒摆，这毋是啥物社会案件现场，而是艺术展览的场地。趣味的展览内容吸引少年人的目光。这边的模型很精致，然后第一个就会觉得色香味俱全的感觉，然后会很想要跟这些模型有一些互动。拍照。对对对。最开始看到这种食物模型是在那种拉面店，就日式料理才会出现，然后渐渐的它就是做越来越多台湾料理，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商家的流行。这场合作保持距离食品模型展是台湾卡古高食品模型郭志忠的创作，而且已经有着台湾食品模型第一人的称号。你为什么有这款的称号？就要为1997年伊打退伍时来讲起。在1997年我刚退伍的时候呢，那时候台湾的百货公司的生态都是属于日系。好像SOGO啦、伊势丹高岛屋啦、星光三月啦，日本人都有占股份。那日本人占股份呢，他们发现说，台湾的百货公司怎么没有像他们东京的美食街有放模型？他们一问之下才发现，台湾根本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从日本呢引进了一组人。那时候我刚好退伍就在一个美食展里面，刚好发现，有这种东西，好新奇哦。那时候我也被他吓一跳，说这怎么会做得这么像？那我就毛遂自荐跟日本人推荐说，我是本身念美工科系毕业的，那贵公司有没有缺人？我很想要学这个功夫。然后后来也说他们也正在找人，我就自投罗网跳进去。然后我们就一起在台北呢，就承接了全台百货公司的美食街。然后那时候我那个师傅，他也就是在说，就卡库桑，你就是台湾第一人，因为他们就问过台湾之前没有人在做过这个。保持距离食品模型展，就为伫咧少年人甲观光客上爱国华街。这间过去是卖国际知名水晶食品的店面，现在变成艺术展览空间，希望造福民众更加无距离的艺术欣赏空间。其实这边以前呢，它的前身是施华洛世奇水钻的专卖店。那从整栋楼呢，从1楼到楼上呢全部都是。那在国华街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地标。那么就是后来呢，我们在思考怎么样把这一份美的感觉延续下去。于是呢，我们就去思考说，怎么去把这个空间蜕变，然后跟在地的一个文化能够做更深刻的结合。所以呢，在后续的部分呢，我们几位创办人呢，我们就是一起把它思考转型成为一个多元的艺术空间。那为什么要叫多元的艺术空间？其实比较特别是现在的艺术创作，它其实是各式各样、很多元的，甚至是有数位的电子创作。那么我们希望是透过这个一个空间很接地气，然后也邀请那个卡古高这个很接地气的展览呢，希望这个艺术空间可以让人走得进来。郭志忠这次伫台南的展览，为了更加地气，特别再来各种台南小食食品模型，为蚵仔煎、沙白鱼糜，也则是碗粿、浮水鱼羹，每一项拢会当代表台南的特色，而且不止这小食。第2楼还有澎湃办道菜模型，提供给民众翕相。木拉多元艺术空间，欢迎大家免费入场观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中华茶叶协会副会长杨正良为了回馈故乡，照顾台南的弱势，特别号召家庭的成员捐赠一台200万的护空巴士，甲10万块的社会救助金。市长嘛亲身表扬，感谢因回馈社会做公益。据了解，台南市有155台小型以及1台中型的富康巴士，每一档平均提供28万转以上服务。需要一寡较旧需要汰换，因为正良夫妻在以后特别捐赠1台造价200万的车型来照顾行动无方便的弱势，同时佮加码捐赠10万块的社会救助金。市长为贴相当的感佩，透过捐赠典礼来感谢因的爱心。台南市现在总共155部富康巴士哈，我们自己的还是合作的，反正就150，但是这个数量是不够的哈。那我们将来也会有这个委托的这个合作的机构，他们有配备司机来帮忙，好，那有些是我们社会局自己的司机，好，将来呢服务我们需要帮忙的弱势人士。除了这个富康巴士之外，杨董事长贤康利，好，还好捐赠了救护车，加护型的救护车，好，给消防局。
那一台也是要200-300万，尤其那让我们许多需要紧急救护、伤患或离病、生病所以说这些车辆都是能够闻声救苦、闻声救命，需要帮忙，让许多我们台南市的市民能够在最需要、最无助的时候，就能够有救护的天使，或者是这个富康巴士的天使出现，能够帮忙。看到我们市长在电视上接受财讯谢金河社长的专访，很努力的行销台南市，阐述着如何规划台南市的未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在此很真心的祝福我们市长，希望黄市长继续带领我们市政团队，继续来服务，来实现他的施政理念，照顾市民弱势优先。小局表示，为了减轻身心障碍者的家庭负担，台南市府下资格宿舍享有每礼拜坐600一抓以来免费，嘛将对甲别人做伙坐以及偏远地区的民众拢享有优惠。嘛提醒有需要一定要先预约，K 南2975678以及 K 北6328899。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为了关怀弱势甲偏乡学生的健康，议员蔡小薇牵线，包括成功国际青商会与恒文教艺术协会等单位，共同捐赠45万，每礼拜提供一个牛奶作为营养午餐。预计有141间学校，746位弱势学生受到帮助。议员蔡小伟牵线，包括成功国际青商会、甲育行文教艺术协会等单位，大家共同组织，要来关怀弱势甲偏乡学生的健康。根据了解，目前台南市的营养午餐，教育局拢会鼓励学校提供水果，或者是奶制品。所以，这爱心单位为了让经济弱势囡仔有上实质的营养补助，一注45万，每礼拜加码提供1摆牛奶。上午副市长戴谦嘛亲自到场颁发感谢状，表达肯定。感谢蔡小薇这个议座还有我们青商会的好朋友能够来共襄盛举这个部分让我们台南的年轻朋友能够茁壮其实呢，我们是富国深山富国深山呢就要有人才，人才呢就要从小呢就培养起来，所以呢这个计划呢就是扎根的这个计划非常重要。台南市140多所的一个学校，将近700多位的学生，让他们可以有每周1次的牛奶可以食用啦。那非常感谢我们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我想大家都有感于政府的资源有限那也希望说能抛砖引玉，让地方所有人士大家可以更注重在学童的营养上。这群青商会成员对18岁到40岁拢有，这摆关爱心牛奶行动，伊嘛认为是予少年人做公益机会。估计为期40礼拜，有141间学校，746位学生受到帮助。弱势儿童，他确实是我们社会非常需要关怀的一个对象。那我想，给阮少年人一个机会，会当来参与到社会这个公益活动。那我想，青商会致力于就是整合社会资源，创造永续影响。那如果有机会给我们年轻人一些服务社区，那跟大家来做一个整合跟服务的机会。该爱心牛奶行动嘛，希望唤起社会大爱，共同来支持咱后一代营养午餐吃饱，更加营养。咱的新闻军及采访报道。迎接中秋，各大饭店的月饼礼盒拢求新求变，其中都饭店主打文化创意，将鸭褂设计成大富翁桌游。和消费者伫中秋团圆的时阵，会当一边食月饼，一边耍游戏。
中秋礼的包装为了求新求变，饭店业者每一档拢加真脑汁。今年所推出的设计保留游戏的概念加文化创意，将客挂设计成大富翁桌游，陪伴大家行遍世界各地。当中嘛包括台南知名的文化景点，互礼盒变成生活的装饰品，有收藏价值，不是吃完的单调。今年我们做的就是大富翁桌游。大富翁桌游哦，可以看这个，看这上面写的，它是把台南所有的地名都列上去了，所以全家在吃月饼、赏月的时候，又可以玩这个大富翁游戏哦，我觉得有一种天伦之乐的感觉了。虽然设计上求新求变，不过饭店却坚持月饼一定要符合多数民众接受、上界介意的古早味，包括豆豉、红枣加卵磷等5种的滋味。当中内盒有软软 QQ 的酱，更是受欢迎。有融入了比较时下、比较流行的那个流心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各挑了2款流心的部分在里面。那基本上那种奶黄流心还是以时下年轻人或是老一辈人他比较能够接受的。该饭店强调6000份的月饼，每一档拢真紧，特别订完，介的民众卡手带紧。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针对日本入午餐这个热门的议题。台南市乡议中心将伊转化成为乡议主题教案，将课程设计用入各式健康、甲体育、社会以及自然领域的课程，让囡仔会当更加了解石板的生态、产业甲饮食文化。台南市重视乡议教学的推动，在全国之声成立乡议教育中心，并针对石斑鱼入午餐这个新闻议题。结合各式课程，让囡仔了解石斑鱼的生态、产业以及餐食文化。目前来讲，就开发了有国小、低、中、高年级自然或社会领域的课程，他们融入这个石斑鱼现在的一个议题那来做这个双语的教学然后。为着要让乡议课程有创意，老师嘛是收破头壳。要安怎为严肃的新闻议题变成简单有趣味的课程，会当互囡仔学习英文，同时嘛会当互囡仔了解时事，是一个真大的挑战。那透过这个有趣的这个议题，这个时事议题，让孩子知道，其实我们的家乡产业，还有他们在石斑鱼的部分是而且也是让老师们知道如何把我们现在既有的这些领域学科的单元教材，真正做到跨议题、跨领域的学习哈。乡议教学本身就是创新的展现，透过示范，如何将专业知识甲乡议教学进行整合，其实并无困难。教育局嘛鼓励老师将这款的做法带转去运用，让更较侪学生会当学习到无同的课程。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